这间位伫咧东区裕裕路顶的艺文展场，是陈桂平、杨依林以及杨竹婷母女三人为了完成创业梦想，共同打造的 F 生活艺文空间。伫遮邀请到各领域名师开设教学分享，希望会当为台南的艺文活动带来更多美好的课程。有这个艺文空间的想法，是因为我遇见了那个 Jet 老师、调香师。那我们因为这个理念上面想，才说把我们想最美好的东西，还有让大家遇见有各个不同老师的领域，跟我们在地的台南的朋友们可以来分享来自各个不同的品味。以及提升我们自己的生活上的一个快乐。F 生活艺文空间呢，就希望以多元文化，然后有艺术，然后有需要做创业的，然后我们可以做友善的公益空间，然后让他们来跟我们一起合作。那也希望在以我们的生活品牌，然后还有我们一些产品，然后老师的一些产品来在这边去做推广。除了有各项学习课程 ，F 生活艺文空间也为艺术家准备了展示作品的空间，协助艺术家行销。看得到里面其实都需要十分的长久的时间去制备我们的原物料，然后慢慢的雕琢成成品。尤其是在以前，这样子的点心都会拿来招待最尊贵的客人以及朋友。我用和服的腰带，叫做西正织，最高级的千年工艺丝织品，来做成抱枕、居家美学，还有包包，还有服装，就是用西正织腰带所设计的。然后还有我身上这一件呢，是另外一个京都工艺，叫金有禅，跟各式的艺文者就是一起合作这样子，那可以分享到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，那我们也可以就是共同分享这个空间，对，那会创造出更多艺文者，然后来这边学习，或者是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专业。陈桂平表示，目前除了有和果子手作体验，另外也有手作咖啡、创意美妆，以及由调香名师陈炫良所开设的调香课程。欢迎对着课程有兴趣的民众前来体验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